溜滑梯不会太快，很安全，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游戏器材是我们成功里的里民，相对我们包含东区周遭住民一直以来的期待啦。那因为这附近很多小朋友都找不到溜滑梯，我经常被里民还有周遭住户在询问这边哪里有溜滑梯，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周遭的小朋友们多一个去处，休闲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游憩。就我们选择在我们都会公园，其实就在奇美博物馆旁边。那我们来设置一座符合这个整个奇美博物馆这种都会公园里面既带有绿意，然后带有一些我们说的艺术跟音乐的元素的一个特色公园。特色公园最重要的还是其实要符合这个使用者的需求啦，所以其实现在特色公园其实在整个设置的设计过程就很重要为了这个特色公园，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大概3次的工作坊去厘清需求。那我们经由这样子的工作坊之后然后我们才确认了这个整个特色公园的整个设计的方向，一个能够让孩子这个自然的伸展，当然也要符合安全啦，那也符合一定程度共融的精神。那我们希望这个特色公园能够为整个台南都会公园，除了在这个奇美博物馆这个元素之外，再有一个新的符合亲子的然后让孩子在那边开怀且安全的游戏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都会公园已经落成蛮久了已经至少20年，将近20年的时间，在县市合并之前就已经完成。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尤其它距离奇美博物馆相当近，就在隔壁。所以如果奇美博物馆美轮美奂，我们的都会公园相形逊色那也不很好。所以呢，我想说，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环境优化，一方面能够跟奇美博物馆相得益彰，另外一方面也提供市民朋友们一个这个休闲的环境，尤其对于儿童小朋友他们很喜欢的游具。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把这个场地，包括植草会做得更好包括那个绿化会做得更好，希望能够让提供市民一个更好的地方来游憩休闲。第一届台南树泥塑胶工业展，伫市长黄伟綽兼济树泥塑胶工会见证之下正式开幕。台南树泥塑胶产业产值高达600亿，为着让大家更了解该产业，特别跟经济日报合作来举办这场展览。在台南有大概1600多家，事实上在塑橡胶的产业聚落是已经形成的。但以往的部分都是在台北举办。但在聚落化的这一块，确实是有一些距离啦所以为了让帮助让在地产业，让特别底下办这个店。尤其这不仅是 B to B， 不仅是看门道，也是看热闹，也是许许多多的朋友因为了解，进而愿意去更加的思考它的橡塑胶的利用的方向。现场有超过260个单位。完整展示树泥塑胶产业的供应链，包含机械设备、原料及相关产品，同时聚焦 ESG 净零碳排20年完整面向。那这一次呢，我们在会场展示的最新的2款设备，分别是全电式射出机以及超短板的一个射出机。那全电射出机，我们这次展示的是这个工业用的一个眼镜，我们在现场会实际生产这个眼镜，然后这个一抹是40秒的时间。那这次的生产设备呢，跟传统设备比起来，有节能跟省电的一个效果，大概可以比传统的设备节能大概有50%以上。展览为今日开始到24号，伫大台南会展中心打造产业界上专业的展示交流空间。期间嘛安排论坛讲座，帮助厂商把握市场趋势。民众参观拍卡，也可以当抽 iPhone 15，大家千万唔通错过。
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因应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的社会，有着台糖公司选伫邻近东区北溪的公园，兴建首座银发的主体，总共110间，包括7间的店面，日前首次对外来公开。因为当初的规划有甲生态节能来做技术性的合作，因此还佫得到台湾净零节能建筑的单牌奖。这个案子它的总间数是110间。那总共有103间的住户，7间的店面。那我们这个案子公设比高达50%，然后那也有针对在节能的部分，有跟国立成功大学这边有做一些技术性的合作，那也获得台湾第一个那个近邻节能建筑的铜牌奖。那其实它节能是有一定的效益。那等一下带大家进来做一个参观。那我们这边。它比较具有特色的是，它针对老人的部分，它有做一些温度环境的控制。因为正常55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叫壮族，他的体感温度较正常人，它有1.5度左右的一个落差。所以针对这一个部分，我们有跟成大这边有做一些技术性的合作，它的空调会随着外面的温度环境去做一些系统设定。那如果外部环境过于不好的时候，像系统里面也会针对甲醛、悬浮微粒子，会跳出系统警戒，通知住在里面的住户居民，然后告诉他们说，现在环境适不适合外出。那等一下各位进入里面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件事，这个案子的风场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案子的风场有特别做过模拟，在夏天的时候它也是非常的凉爽。该主体因为靠近东区文化中心加白溪的公园，房型有套房、1房甲2房，顶多元的房型。并且附设多功能的活动中心、健身房加中庭的户外空间，生活的机能相当的完善。台糖公司预计3月28要来委外招租，希望引进专业的服务团队，共同创造银发友善大的环境，早一日提供有需求的长辈会用来进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来到将军的芦笋园，农民则无用到挑选采收。原本2月底就会当收成的芦笋，却受到去年风台的影响，成长较慢，产量比以往减2成，价销嘛因为进口多咧啦。进口的入来较济，阮的价销就较歹安尼。请无讲的这情形咧？请无讲有咯，错无，真歹请啦。讲有的拢做迄个老的是老啦，落。有诶啦，剩少年也是较无要做安尼啦。落雨也爱来，响雷公也爱来，拢袂当停困，因为伊这拢会一日一日量大，量大诶出青，人也无爱甲咱买，所以袂使讲量叫成果悬拄好，伊就爱看，逐工爱行。将军芦笋栽种的面积大约50公顷，其中堪农会客做占6.3公顷。提供合理的收购价销，确保农民有利润。农会表示，4月大出了后，进口减少，价销就会回稳。另外，该产业有75%的工课拢需要人工，所以嘛引进自动化设备来分期包装。即马挂足济，你等下分期嘛是迄个时挂偌这时间，分期嘛是偌这个时间后，尽管收购面积了后，商贩所客座面积就减少，所以讲会去靠着商贩要卖出，农业要靠商贩卖出，这个物件阮会当搁增加收入来减少商贩影响阮产地的迄个力道啦。农会这几档建立红将军品牌营销，跟多元通路合作，替将军出产的芦笋拍知名度。23、24号这2天嘛办理展售活动，希望吸引更较侪都市消费者。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目前当地的台糖中央酒店1楼大厅展出晨光展览，是艺术家林庆祥老师的铜雕创作，运用6亿琉璃的独特形态。跨越媒材甲美学，呈现出半写实甲抽象，完整有工刻画主人物的精神甲意象。林庆祥老师表示，过去伊的国展拢是伫咧公家机关设展，这次是第一次伫其他单位设展，伊第一届就献予台糖中央酒店。1996年办个展，这是总共办了10次个展，都是在公家机构。
文化机构文化局美术馆啊，这是第一次在私人机构，我把第一次给我们郑总经理。台糖中英酒店位伫咧台南文化中心边啊，文化局长谢世恩表示，过去20年来，真侪来台南设展或者是表演的艺术家，拢是依赖中英酒店接待，所以文化局甲酒店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这次20周年庆，邀请到艺术家林庆祥来开展，伊一定爱前来致意。过去20年来，其实有非常多国际的这个知名的艺术家、音乐家，其实我们都依赖着长隆酒店帮我们的接待，然后所以长隆酒店跟文化局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非常非常的密切，这个就是当这个我们敏华庄委公今天我们有这个盛会领导盛展要开那我说一定要来这样子，那长期以来就是非常感谢文化中心跟长隆酒店家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这种亲近的伙伴的关系啦。2024是台南400，同时也是台糖中酒店在地服务20周年的日子。总经理郑东坡表示，响应台南400纪念时刻，有幸邀请到艺术界传奇人物林庆祥老师来设展，后来到饭店用餐甲大数旅客，亲切感受到台南清教文化底蕴。邀请跨县市的一个台中的那个林老师来做重雕的展览。那我想就是说，借由这个展览，希望引发大家对来的旅客能在台糖酒店除了吃跟住以外，希望可以享受到精神的食粮，能丰富这的文化的一个底蕴，让大家就是说除了这住宿以外，出了以外，然后可以驻足在这个地方好好欣赏这些艺术的作品。那我想也是我想对生活上的一个品味有提升的一个功能。那最重要是配合市政府的一个整个的文化的一个发展，我想而且这个活动一个配合，希望让大家更丰富整个台南地区的一个文化历史底蕴。为庆祝20周年，台糖中酒店为即麦开始到3月底期间，也推出感谢季超大大房专案。平常时需要8-9千才会当入大房型，现在只需要2千出头就会当入大。经有每个月固定的促销台南400总经理来带路的专案，就是希望会当将20周年的喜悦分享给更多游客。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新北市副市长刘荷兰出席新北市校园安全宣导活动，并表示新北市为了全面提升校园安全，已经请各级学校依照教育部在今年2月6号颁布辅导管理办法，在2月底前在校务会议讨论订定各校辅导管理办法，同时加强与司法机关的跨网络合作，审慎评估每位非行少年需求，拟定完整辅导计划，结合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学校、家庭与民间资源，帮助少年能够借由不同的场域中介辅导措施，逐步导正其偏差行为，以顺利返回学校。上个学期的发生的这个遗憾的事件过后，我们当然市政府也责无旁贷，我们特别由教育局主政，联系了我们相关的单位，包括特别是像警察、社会跟卫生这4个单位一定要这个集中这个权力让校园安全做得更好，这样子让我们的学校端跟我们的这个市政府可以做好一个搭配。可是，在这次的检讨过程中，总觉得不够。我们希望把民间的资源、司法的力量加进来。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到了，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的家长团体到了，老师团体到了，我们的这个校长协会也亲自到来，那孩子也在现场。我们希望说，未来有3个面向，可以在我们教育部开始修辅导管教办法过后，开始陆续的推动。另外，新北市校园安全防护升级，在硬体面筹措5000万元经费，改善校园安全周边设施；软体面则强化校园安全防护网，包括校园安全、校外周边安全及社区治安防护，让学校与辖区警政单位有更紧密及时的合作，全方位的强化校园安全。第一个就是携手司法。我想这一次的事件，就是从飞行少年在触法过后，从司法院、从司法单位这个结束他的该负的责任过后，要再重新返回学校这个过程，我们如何接住这些孩子？所以第一个携手司法，让我们的调查官、保护官跟学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链接。我想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结合民间的资源，因为
这些孩子在司法单位内在社会化这么久，马上就要进到校园来，其实他的适应是非常辛苦的，还有跟同学的相处是变得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不仅是个人要适应，连同班的其他同学都要适应。所以如果有一个中介的辅导机构，对我们这些老师在接触这些孩子来讲，他会更加的这个顺利哈。教育局强调，此次友善校园周扩大宣导活动，除了已要求各校依规定修订各校辅导管理办法，减轻教师管教负担压力，更重要的是希望落实少年偏差行为预防及辅导办法的精神，让警政、社政、司法机关等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的单位，能够无缝紧密地完备友善校园安全网，守护每位学生的安全。记者李根基新北场报道。走在高雄的大街小巷，随时都能看到骑乘黄色微笑单车的民众经过。U-Bike 2.0 在高雄从2020年启用至今，不但总共突破了4300万人次使用，去年一整年就多达共1549万人次，比前年成长了多达35.5%，使用率直线上升。那最主要是我们在去年，应该在前年，我们就增加了500辆的电辅车。那另外呢，我们也增加了把整个车辆数达到1万辆，那到现在呢，我们的整个站等于说站位数有1306站，所以我们是把站位数增加，然后呢车辆数也做增加。由于 U-Bike 2.0 有着灵活设站的优势，高雄市交通局推出的扩充计划，目前已经设置1306站，提供市民更便利、更密集的服务。预计2026年前将达到1500处公共自行车租赁站，配合 T-Pass 月票，让 U-Bike 的使用更加活跃。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利器就是我们的 T-Pass 月票。那我们的 T-Pass 月票呢，也提供了前30分钟免费的无限制使用，不管是你用 U-Bike 2.0 或者是使用2.01的电辅车，都可以享受前30分钟的免费。配合通勤月票，可享前30分钟免费，再加上新导入的 U-Bike 2.01电动辅助自行车大受欢迎。而为了方便民众使用，只要打开 App 就能轻松搜寻，让现在每日的周转率高达9次，已经是全国最高。有红色有一个闪电，就表示这一个站上有电辅车，所以你点下去就可以看到它可借有9辆，有闪电的有1辆，就是表示这边有1台电辅车，那电量你也看得到，这边有电量。使用率大幅提升，不但增加了使用者的便利性，换算下来，去年一整年就减少了243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相当于2.6座高雄都会公园的减碳量。使用量超过1500万人次的使用，大约相当于减碳的2500多公吨，那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减碳量，那我们也会持续来推广。而根据统计，高雄市最热门的租借站前3名，分别为高铁左营站、捷运凹子底站4号出口、捷运后驿站2号出口，各站平均每月运量均超过1万人次。结合捷运轻轨转乘，相信未来能让高雄市的交通更加多元方便。记者王仲凯、庄淑婷高雄报道。在看完老师示范后，民传国小的学生一样画葫芦，与后厝国小的学生一同练习如何为脚踏车来补胎。由中原大学所赞助的2校游学计划，1号上午在桃园市后厝国小登场，由6年级的毕业生当小老师，接待前来交流的台北市民传国小学生，带他们体验包含舞狮、打鼓、铁马、骑马等特色课程，多元的活动和友善的师生，让民传的同学们印象深刻。补胎的那一堂课，在那堂课学到的就是脚踏车怎么补胎，然后还有换胎，还有脚踏车有分内胎、外胎什么的。觉得这间国小很好，就是他们的老师跟学生们都很友善，很开心可以来到这间学校。舞狮的部分，因为这种机会是非常的难得，而且也让我了解到就是那个舞狮的表演是怎么做出来的。而且操作那个舞狮的过程，之前都没有见过，很新奇。这个老师跟同学都非常的亲切，然后有帮忙，就是指导我们。作为小老师的后厝国小学生也分享自己的上课内容，不仅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也作为之后单车环岛交流的预演，让他们觉得很有帮助。也感谢民传同学们热情的反应。平交道是火车这样经过，所以要看有没有
火车会经过，然后要听有没有火车的那个就是响起来的声音，这样。我觉得对接下来准备要环岛，去各校做交流，有没有帮你准备好？比较不会那么的害怕紧张。我是教脚踏车前要做的准备东西，要检查前后轮胎压、脚踏车的龙头，还有刹车，还有坐垫。因为如果没有检查的话，有可能在路上发生事故，也有可能跌倒。我觉得今天早上教铭传国小打鼓的时候，第一次教的时候很紧张，因为是第一次教别人打鼓，但是教了几次之后就觉得没那么紧张，然后也觉得很有趣、很好玩。当天校方也邀请从第一届单车环岛以来，一直协助师生处理自行车疑难杂症的车行老板，担任老师教同学们补胎。他表示学生们的学习力都很强，表现很好，而他与后错深厚的缘分，也让他对即将展开的最后一届单车环岛旅行感到不舍。这诀窍来讲，就是说要照那个程序，就是一个程序不能，每个程序不能错误啊，照顺序就可以完成。同学表现都很好，学习能力都很强，而且大家都很乖。我觉得说有跟后洲国小这个缘分，能够帮忙他们单车环岛，还有教他们修理轮胎，还有脚踏车，感觉上是这个缘分能够说还有这个机会，我会很愿意说继续帮忙。如果小朋友们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我可以随时帮忙。对。后洲国小校长王建新表示，这次交流活动的体验课程都是由同学们自己规划和教学，而实际的表现也让他很惊艳，希望能让铭传的同学们更认识后错的特色。看到后洲国小的表现呢，每一次都让校长惊艳。这一次我们的体验课程完全由孩子们自主介绍。今天是我们的一场热身赛，让我们的孩子将同城农场要做的展演做一个热身，也为我们的环岛做一个出发的一个暖身活动。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带给铭传国小很深刻的体验。而后错国校即将在3月7号展开第11届，也是最后一届的单车环岛，因此也透过这次的跨校交流活动做先行预演，希望能让两校的学生都能有丰富的收获，拓展视野跟留下宝贵回忆。记者吕婷台报道。潮境珊瑚保种中心正式落成。结合珊瑚富裕及科技自动化专长，为珊瑚量身打造适合生长且节能的温室珊瑚保种中心开幕启用喽！这座珊瑚保种中心营运的电力100%是绿能再生电，是亚洲第一座零碳珊瑚保种中心，预计将以3年复育万株珊瑚为目标。这个潮境公园前面就是一个1.1公里的一个保育区，一个保护区，在一个保育区下面，那去试验这样的一个不同种类的珊瑚，这样的温度，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那是什么样的种类，它可以一直持续的延续。如果有一些是生命是比较可能没有办法这样抗拒这种多元的环境，那我们又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让它能够继续能够延续它的生命？海科馆携手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打造零碳珊瑚保种中心，确保基因的多样性，让台湾珊瑚在面对更加频繁的海洋热浪时，展现较佳的耐热韧性。2个机构努力的把它做好，我想我们以后会尽我们所有的力量，要把它做起来。目前海科馆内保有40种珊瑚，约1400个群体，并尝试野外移植680个珊瑚群体。未来预计将持续收集不同种类的珊瑚，进行保种与研究适合的人工养殖条件。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